伤害，唔应该了解，唔咩所有事情都会改变，唔讲唔痛爱，已经唔从头摆。默默爱会唔会改变？改变，心已经心中的伤已停了呀，所有的梦都会唔见，唔讲唔痛爱，已经行经呀。阿燕呢？高雄人家啊！哇，这番家，家有边哦？咩？你幾邊啊？啊，就发生半嘅嘛？是有種。好啦，唔好讲啦。痴先生哦，咩乜強健少排泄啦？好啦，唔用晒坐東橋嗬，旅行啊？哦，哦吼。燕飛，燕飛，阿燕飛，旅行啊？生意啊？然后天数，今天來。哎，来啊！他是師傅啊哎，要把我找不卖你个啊？原来赚了。你做嘛啊？意思條我來你家下，看到兩個百合花，就要走退咧。佢說我來問題，問題。你要介意條花啊？唔係啊，係牙妹啊。看到兩個百合花，就想起牙妹，佢都介意百合花。譚總，你還記得冇？阿兩姑。物
爱唱遐两句啊。哪两句？爱要唱的音乐。音乐。阿 Q。阿舅讲，也没记到底发生哪个事情。佢这个时间有交代哪个无？无啦，徛个身体吼，本来就无爱好啊。系伫年事以来，佢就答应的啊。记得嗰时以来，佢唱就忙出家位颁布的，我无去多年，就这样了。再来了。记得期待演家下，系搭摆去看佢哦，就知道佢一日就有点下落去，因为冇精神，但系佢用时间限制，三百个就天数唔到。好可以杀你，因为没都安容易。也没问题啦。佢用是暗示，挨爸要动无限啊，基本买清楚。你实在唔敢忍，佢就按样走了。見行見也。哦，你就迄两句的哦。係啦，你阿飛又嘅來誒。係哎，我就有講過啊，你看起來一面熟哦。哎呦，有啦，見到你阿飛又嘅來誒，很好。你記得冇？我 TV 看到的，就講迄一表人才。哦，當唱贏爸爸，哎呦，係好想人哦。哎呦，跟起來哦，最近個個當家。他有3歲年嘞吼，金寶。嗰樣時，
伊了这个世界见医生啦。是啊，嘿啦，佮虽然讲吼，我对了素菜无啥印象啦，但是我细家下，我接谈到我妈人会讲起了故乡太细嘅事情啊。呀，因为啊，嘿，你做就伫俺妈妈嘅故乡厝了味，来到了味家下，有无人我着相认哦？无啦，求妹啊，个家乡事，我还唔知，其还那着有案情啊。哎，原來阿叔老外爸認識很久，30年嘅老朋友呢。咁有閒就做得請個阿叔來睇飲料啊。哦，嘿哦，阿 Q 啊，今下爸還有交代哦，可能乃叫有閒啦，做落台別了一下誒。好啊！哎呦，伊兩啥老朋友是千久無看到，去台北，要當叫無去台北，阿去無？好啦，去台北了一下，了下又閒無事情啊。去尋個建業，你說就又有盤呢。係啊爸。嘿啦，阿 Q 啊，唔知做點麼啊？好啦。无可能啦，想就毋是想。用嘅咩moment我也愛老外爸係很多年冇見嘅好朋友。假使哦，我聽到我爸老外講了件事哦，我要錯講一下呢。冇係講我爸老外爸咩好朋友係，用搭擺講到我爸。我爸就很看啊。就話係我爸曉阿好，說對面我爸。乜解啊？按樣講來，人兩啥咩生有緣呢？係啊，我想到我第一擺看到家校，唔用啊？我用嘅啦，我就知道我一個切無強樣嘅姊妹。冇強樣，我哪冇強樣啊？像一個女戰士啊。女戰士，哎，我哪像女戰士啊？本來就係啊。按阿妹，我先送你嘅，哦，好啊。咩卡做地好食啊？拜拜。阿邱總啊，你嫌個阿英飛喊你去站來識者哦？哦，啊，孫沙係阿送啊？唔是啊，今仔都是要自己要來識啦。哦，你喊人啊？哦，好。
神气。哟，拄好咩？来，说者啊！秋梅啊，俺让你天数啊。不是啊，手好有事就好嘞。阿爸，叫我来洗澡啊！啊，说吧。阿秋，好啦。啊，说几点用的啊？是你啦，俺一天你做了。不是啊，AV 啊，手好有事啦，颜色颜呢？那等下送不给色就好嘞。叫水哦，看哪个嘛个？看起来像翻头呀。案件做嘛个？个阿英肥对你哦是当有礼貌哦，人用对人咁好。你冇讲法哦。好啦，爱弟啦，你迄对爱见，错冇？爱干？阿英肥哦，伊迄间入去来的。我今日变要强的啊，可以对事，无去对人。这样事，迄间也对唔起。那阿英飞也冇个关系啊。你按用对记哦，阿英飞哦是韩延某哦。弟啦，弟就好啊。我到时哦，本人假讲法，讲哦，应路应人好，应路应人贤。煮完材料做嘛？吃饭。用喏，伊3年底了喷5个，结果哦躺起来，去年伊哭成那样诶，你心底都有事哦？无啦。韩讲无，内底你个月底拄哦，手躺出，你心底都有事，错吗？敢是？安厉害哦！佮老爱讲，我心底都肯定着嘛个啊。你迄要伫个笑，初本日爱爸对唔？你阿爸用的对爱哦，还是无嘛个法好讲啦。我正经笑的迄基金费。除了所在做嘅事，
真今晚我该做好。你安就唔失手啦。我爸记哦，虽然讲家境同硬，不过迄讲土里嘅人啊，基本老七家事哦，清清彩彩摆来摆去啦。等你爽快哦。哎哟，唔好叹气啦，唔错你俩上东上西，咩没办法啊，怎么？你安怎？我讲啊，因太现俩边个门的哦，正经的老人讲安自身呢。我个意思啊。你看啊，了，个门的哦，到早都不能休干呢，按皮按太早。今日对了蔬菜，要选又出地位哩。出地位哩，莫老记了尝试呐，都用时哦，按下拿手把来冰呢。真的，讲去拍外地啦，也要上痛度啦。正经的哦，唔好就好的啦。俩尾哦，本门的调的，唔单唱伊咋听听的。来啦，来去行行啊，我去哪边啊？去附近聊聊啊，好冇？好啊。来啦。哎，我考完太你嘛，你做个咩通呢？我讲几安多啊？因哦，出去做唔到，本人买这人个插头。哎呦，个财团钱多人又多，哎，你也对冇钱的人拿买老人比啊？冇法度啦。这方法是有啦，但你有上无上，我就唔知啊。有方法就好啊，加讲。嘿啊，继续讲啊。你做了老政府神强哦，本个插头用顾家嘅名义哦，保存下来哦。你们做铁路桥嘅人哦，种是老插头，卖不财团嘅人啊。你方法哦一穷不差呢。阿珍啊，你知道怎样办啊？咱用以后啊，不过你做会起来吗？你就要去做，人家会滴啊，错冇？妹妹，唱啊，嘿，唱古调。阿珍哥，用眼神用鞭炮啊，敢迄变数个事会甲听听的，哈？有可能啊。阿珍你用我去变数啊？就唔啦，做个迷如盲面的下路难，重点走路难去，没鬼没怪。那有咩古怪啊？嘿啦，哎哟，天气无运通，我晒到热头，无做样，人强下落去打篮球，停通一下。大人去哦。哎呦，阿珍呢？莫面笑，人家俩徛边顶啊，打篮球。错，嫌肥啊，你快嘛，哦，爱哦，唔好挨做对搞你，我讲啊，师姐咯，好啦，我做咧这款的啦。哦，再用冬天，行啊，好了，再讲有没有搞矮哦？当然啦，行的啦，唔会见的啊。好睇下堂弟，看万人伫5分钟之内，投你嘅球数较大，怎样？做对冇？来，唔使。我要这款的啦，因为唔敢做的。应该冇问题。
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站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那有安全飞啦！哎！Yes！ 哇，唔是啊，看唔出人真勁動槍呢。安准哦，做的就老强过。哎，卖吹啊！咩啊？叶总，你用哪强吹的呢？我弟啊，看见安准哦一下啦，真进来，真进来。我输呀！快快快快快！哎，林比啊，你哦，哎，你聽到我樣嘅？好啊好啊，有聽住。好危機！哎呦！哎，我嚟咧，呀，收晒。老公仔。真的，你娘嘛？啊，家属，真的。幫我做乜？这样一定还没调试呀？唔会啦，眼弟啦，中国，眼弟咩调试嘅？真個都腳片到嘅。因為咯，好啦，做乜？來啦，做你來冇？坐這。下擺有機會哦，你走過來教一下啦。這啦，哎你，唔會啦，真係沒調試，眼弟啊，一擺，再個比好冇？好教運動嘅喎。兩三就輸上，人先來做嘢啦，吼，你叫你嘅輸。好啊，行啊行啊行，做得行哦。坐這啦。這邊啊，同我飲藥，呀。冇想到，就老嘅老人講嘅，文做得教書，武就做得開豬，看唔出來的。你要牛弄愛哦，也是要詐騙啊？你看啲有冇摕出皮哦？嘅哦，愛讀書人呢。誒，唔是我沙較現條誒，我行路半路哦，你算唔見摕咧？都是哦，現條命哦，就無認知咧。我想哦，做出上嘅人愛落得路上頭吧。見行見呀。這才一周啊！哎，一盞啊！這才一周，我去查條，同我鑑定咯，做副總裁嘅。難怪哦，但佢按優秀嘅作品。原來迄本都按個嘅報寫出來，難怪哦。真係有事哈。哦，走啦，送你報嘅哦，也有種哦，有人講過，係將佢老娘嘅作品用到播放卡片地圖，唔知阿爸你做好嘛？你有中意，你都唔拿啦。你做按自細咯，阿爸。自細為太。劉大啊，還是蒙你。你文化保存嘅事情，已經給出了一太個力了。差唔多，你唔好用講，你要用講。你呀，出嚟挨做個傻批起來咯。你還是後生啊，應酬做得啦，做得。
大摆哦，我看到掠蓝红的、蓝冠的，就会想起因嘅文化啦。好心唔好救咩？这种人穷用啦，老咧就无人爱啦。是啊，你也就亲像个茶条哦，本个铁路局哦，准做快同快跳，穷用啊。嘿啊，做咩样讲？最不人看嘅啊，迄记了着啊，汉上诶那个茶条啊，免个财团啊。真嘅财团，因为老爱糖都迄无穷用。你迄糖豆人家讲嘛系嘛？我系唔可以讲较好啦，你条门样，我系冇咩清楚啦。你到底糖豆人家讲嘛？你做人哪讲？我咩唔敢讲你系味道物解啦。二弟啊，廿出嚟嗌哦，都唔可以對人家對背好哦，講乜嘅有嘅無嘅啊！我相信你，唔會挑事講人嘅壞話。但係啊，迄有人啊，有講到茶條嘅壞話，你聽從會讓人講出來。好啦，唔過嘅人家講嘅哦，你係為講數就算。自己飛嘅人，冇可能啊！佢掠到啊，佢掠片做了很多事情啊，我唔信啊！參總，本來我也唔相信啊。唔過，嘅人數唔低哦，基金會計劃已久嘅哦，冇人用做哦，佢種冇一本人啲，佢也得啲咩乜鬼東西。這樣做，味道嘛解啊！就係啲大家冇注意嘅時節，實實將茶條買下來。嘛解啊！因為迄經驗嘅來哦，很少咯，幾隻貨茶條買去，你也用得做得啦。難怪看啲貨茶條唔會做，掠名改名，唔就強喊擺哦，名唔多咧。佢掠到唔是上啊，應該掠位這個搶馬都是走。錯，人講嘅啊，男士嘛，咪還有一鋪體，挑起嘅面嚟啦，鬼盤上嘅鬥爭。我這條路命吼，攞去變到底，我絕對唔肯啦。上到一表人才，結果兩字呀，窮樣冇良心啦。冇彩啊，我攞去轉來還用看還用食嘅。佢唔係乜嘅咯，佢講我啊講人字啊，講好攞去窮下。講隔起機啊，佢唔捱當嘅咩停定人隔起機啊，錯啊唔錯，唔講你唔識寫啦，唔會啦，唔會有事情啦。這年唔頂人難多啦。就係唔抵，你將佢搞到佢抵啊，係咪？今天用我啥？啊！你兩啥？兩手空空，乜個小都冇啦！你用個釣，我用攞去釣，個兩條一路一細，個搞乜個福利嘅？喂，劉云飞先生過河，你哋要帶下。安住誰呢？有帶進來冇？有啊。哎，
留言费咪哈？嘿哎呀，不严哈。嘿，係縣政府嘅公文啊。縣政府嘅公文啊。嘿嘿嘿，嘿，叫我當望下嘛。啊嚟，係啊。我整咗安子細哦。好，阿勇子做得咧。好了，來這裡。好，好好。慢行哦。安子細。用嚟啊？公文下來了。哦。送過去用埋啫。看你下。縣政府吼愛派人來做監聽啦，同啲基金會經理吼，今日去查條做說明嘅。哎呀，注意好哦。係啊。同個監聽哦，就怕係冇問題哦。嗯。挺好呢。來，佳佳、雅雅，快點來哦！啲狗肉嘅哦，鮮奶呀、生理食鹽水，種種啊。解唔可以甜糖哦，解唔會痛哦。看牛奶袋哦，哈。種種啊，了解呢。看點哦，冇用書哦，愛拿嚟夾嘅，哈，夾一個棉花球，還係優點，用棉花按樣。牛奶哦，你都有痛哦，強強的，哥哥啊，冇痛太厲，哈。好，按樣就接起來去。好啦，按樣做得的。講啊，睇白冇真係我俾亂做哦，點啊？來，先你哦。燕妹，我有個好消息想來讓你講啦。係哦。講，你會得到喏？佢哦，打球冇生意啊，得到誒。會當通冇？唔過冇要緊啊，我老姨哦，講好有嘅。嚟，講你先做去哦，天天來行哦。來。較細膩的哦。天天來行哦，冇帶我俾亂做哦。唔該。啊！你講我下來哦。係啊。以後呢？動腳嘅喎。係啊，誒，來啦，應下應講。好啊。根本你裝來嘅啊。冇想到按腳呢。見行見呀。講咧係下次講完出多咧，看來你與老人強用應該是差條呢。係啊，我睇得到，就嚟全咧。迄啲講哦，也差條做得報下來，我爸聽咗清聽誒。聽咗係啊，我想哦，喺個火柴條面前，攀你個看天樣嘅白頭咧。講頂到要看天樣哦，誒，你生氣嘅呢？我做咗倆以後，咩叫冇人用過誒？你點啊？人倆邊哦，從來冇人來用過天樣啊？誒，按用咩都按用做啊？冇啦，我看到火柴冇啲了過了後，火柴條面前哦，伊都暗。因來因衝，人家停下衝。佢單位嘅本來係阿伯公啊、阿妹啊、老細號嘅泡茶啦，上車來了嘅所在，講係冇？係啊，誒，我冇咩多，你想按多呢？哇，我應該留了邊哦，打個金牌本。但我好像下的西藏台詞，
功德无量。爸，我生气了吧？爸，爸，爸，猪笼拌菜条拌乌拌风拌哦，猪笼拌风拌哦，包菜不是包阿斯起的哦，客家口味哦。共同记忆较重要啦，嘿。啊，咱会使入来内底看卖吼，因为伊即内底拢是标准日本建筑啊，在剃汤啊吼，汤啊拢是木头做的，嘿，这拿来保存下来，当做一个古迹，也很有纪念价值安尼，嘿，对啊。因遮足侪囡仔吼，拢为遮出去拍拼，啊嘛是为遮转来，拢是为即个所在咧出。啊，上大条为个老岁仔吼，老人家嘛，拢踮遮工作一辈子，拢踮咧车站咧工作啊，所以对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凝聚的地点呐。是，哎，来在规划外观。这个缩柱式的建筑，在当时日据时代的时候很流行，由下面开始往上缩柱安尼，嘿，来，回去顶来看下者吼，嘿。爱麻烦恁甲顶头讲者，看会使甲遮变做一个古迹哦。我开会时讲。嘿，爱甲你麻烦的。哦，啊，真正真多谢呢，今仔互恁加走去抓来。哈，买闷。这个汤啊嘛。记得落来做嘛？哦，记啊着哦，做呀茶条的工厅啊，也事情董聪业哦。天海。天管定啊，拢是茶楼做厉害。董聪业的事情，你会按下去啦，哈，好得不该堵到啊！你就算你啦，你这俩从小点出世多太呢，哈，啥叫人家神同我过人呐？嘛个阿叔讲，咩唔错嘅。因做呀茶条工厅，主要对呀太因做掉的事情啊，要对人总好友好模范呢。你点点。不然做案又唔会讲清楚啦。哈，我给你少了点啦。做嘛来打我啦？打不分享啊！我跟打不来分享，唔知道咩唔错嘅呢？哎，我唔会老买班的了。你们从来没有回信，你别 Q 掉了，要死呀！Q 掉 Q 掉！我按钮，没了。你回信，最怕少说。韩志豪，阿叔公我按钮啦。鉴定什么东西啊？鉴定。谢谢，来。做咩较强调的哦？好啦。要不要？哇，很大条。慢太条，慢太条。好。这奇怪嘞，这天气叔公，侬好好要答应哦。哦，因为伫做强的喝酒醉啦。哪样日头时就19岁啊？但哦，这个教训啊，马上迄呢几年无正无经的。哪样哟？明明做阿叔讲，这个茶条哦，事情无问清楚就去答应，讲嘛甲爱家神同爱鬼，讲迄大部爱倾向，爱看其中的倾向地位哦。我是你这位茶条做嘛？做工厅个人，工厅人来啊，啊去阿英飞老爱啊，做同佢讲较详细地位，本期伫演茶条啊，莫用伫发上讲一般听听。甲阿叔讲哦，就你博客，讲太马西上去供人者，啊，叫阿英飞家爸爸哦，就撞他妈落去呢。爱清水啦，条那本伊讲到一脸歹咧。唔当时就是啊啦，可能太了，害恁日本啦，这条线啦。阿叔，阿舅哦，哪能讲啦？上次吼。该着迄人咩茶条个啊，大家已经认输啊，做乖啦。啊，庆丰，
很衰哦，衰掉拄到狂冲啊！素妹，我敢正经按帮人啊？唔会啦，阿叔哦，就阿娘啊，依旧就心情唔好，讲白人为阿娘，无怪记啦。阿叔心情乃叫伊好过，乃看见中年危机啦。讲发生意就会哦，太对。哦。好啦好啦，去洗面啦。素妹就是。好啊。几好，不用天下给年龄啊，咪刚好。你去伫个茶头的面前，坐地来炒地个米粉，无一无泡菜汤，你知道样没？我做着嘛该啊。哎哟，安尼怎要上人来啊？唔免伫哦，像个洗人的哦，迄看到好势哦，准得要尖等的来。嘿哦。嘿啊，夹到你洗得较好，用手留个天阳飙下去，金色银宽，银宽就银烧，准得，按用手物件哦，无来。哇塞，我太爽。尹飞嘞？爸，看得出来，你还喜欢阿英飞错吗？爸拄个看嘛咯，安也会记要起来。有一条河，爱按伊做思念河，流过山，流过天，流向爱，土地的记忆涌入水中，10月爱的在一沙一沙。的祖先行过的印记，爱呀土地，爱梦中的天堂。避风彩，用也白也日甲避向天。